大家好，我係權哥。澳門就快進入第三個5年規劃階段，點樣科學編製3-5規劃？其實唔單止係經濟問題，仲係關係到澳門長遠發展嘅人口問題。我認為澳門要主動對接國家15-5規劃，唔可以淨係睇眼前產業發展，仲要睇清楚人口結構，點樣支撐未來城市發展。而家澳門面對嘅挑戰其實都好明顯，人口基數唔大，少子化、老齡化問題慢慢浮現，同時高質量人才同勞動力亦都相對不足。呢啲問題如果唔提前規劃，將來就會直接影響澳門經濟適度多元、一家死產業發展，甚至民生服務嘅可持續性。所以我覺得3-5規劃一定要更加重視人口高質量發展。一方面要完善育兒、教育、住房、就業等配套，減輕年輕家庭壓力；另一方面都要更加積極吸引高考畢業生、專業人才同大健康產業人才留喺澳門發展。人口從來都唔係冷冰冰嘅數字，而係城市活力、產業動力同民生保障嘅基礎。只有將人口、產業、民生同橫琴大灣區發展統籌起嚟，澳門先至可以真正邁向更高質量、更可持續嘅未來。你又點睇澳門未來嘅人口發展呢？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發表自己嘅睇法，我哋下次見啦！